我决定了，今天带我们家老邓去趟空調。还没有空調啊？我停啊。嗨，昨天不是天氣很悶熱嗎？可能就是這幾天準備刮颱風的原因吧。天氣悶熱，所以導致到他這幾天啊，都是很煩躁的那種。所以昨天一直都在生氣，一直都在生氣。昨天晚上一直氣到了9點多10點鐘吧，反正睡醒了還是在生氣，我都不知道這個記憶可能就是這段時間來哈，這2年來可能是最久的一次吧。我真搞不明白為什麼昨天的氣會那麼長，所以決定今天帶他去連江趟空調。真係好熱啊！可能係真係颱風好快來嘅，聽講有颱風咯，我又唔知係唔係。食完早餐帶佢去趟空調，1條包粟，1隻雞蛋，1杯黑芝麻核桃粉，佢啱啱食完嘅，食完帶佢出去。